先生，做乜嘅促中促後嘅促火，啲客家地度就係促，嘅中文地度也就促，上來去嘛嘅意思啊？一隻詩哈，都複雜。先講啲字的結構啦，上面的草字頭下面一個者原來是講用木材、用草來燒東西，叫做鑿。但是後來這個字可以用途很廣，按用戳就正確，作衫就着衫啊，着衣服。有糖豆、看豆嘅豆也可以用這個字。有着迷嗎？冇着迷，客家人不會着迷。剛才做的講係促帽嘅嘛？衣服按咗作衫，戴帽嘅就戴帽子。嗨呢？作嗨嚇。嘅客家人用扮形容味道也嘅動作，不以迷道咧，迷惑的迷啊。做帽嘅客家語會用扮用啊？丟高啦。